立法院長韓國瑜進前在立法院協商的時陣啊，對於這個國民黨團總召布坤奇啊發脾氣啊。今日兩個人啊，在這件代志了後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見面，兩個人是啥物情形的？簡單一個手禮意啊。我們用講的口號，因為太拗口，只好交給田方倫。在協商進程，國民黨立委羅智強特別將立法院長韓國瑜邊仔迄位扭出來。嚴過國民黨團總召布坤奇明顯無願意要徛過，佇遐裡殺來殺去，等下林書明看袂出來，得甲殺過。那楊立委用盡苦心要促成兩人大和解，畢竟這是韓國瑜立功了後頭一屆甲布坤奇參加活動。先來個愛心，佇鏡頭前比愛心，嚴過這個動作，藝術互立法院長韓國瑜真愛叫，佮甲後壁國民黨立委講，佇布總召的邊仔比愛心，安尼敢袂傷過身？副總召也是從早上8點鐘等到現在，跟院長一起哦。為了要互因偷開心結，韓國瑜進場的時，駐地兵王千秋佮調工出來看線，不過韓國瑜敢若甲布坤奇握手致意。我跟韓院長，我們只有大我，沒有小我，唯有團結同心，才能贏回台灣。和韓國瑜客氣活動來比，對黨主席鄭麗文就加做熱情。布坤奇那親身迎接鄭麗文落車，連離開也要甲護送，讓我非常佩服啊！那安尼進前捌互相批評的鄭麗文加前中共的董事長趙少康，那佇宴會講台閣有講有笑。台北市長蔣萬安因為市前的行程提早離開，無緣甲鄭麗文拍招呼。守護中華文化。這場小宴會叫做拿下重要人士的和解大會。不過這心結敢真是有透開，麥當對因的活動來觀察。